继续来看这件弄死太太甲律师嫌犯是闪过死刑。这个姓洪的男子，去年的7月，甲分居的太太甲律师，伫台南地方法院调解离婚了后，竟然驶着箱仔车，伫法院的外口，甲太太甲律师总共弄死。1审、2审拢互判死刑。 但是嫌犯讲，伊是无小心的，而且佫有来自首，所以这个案件发回经审，早起经1审宣判逆转，为这个死刑改判无期徒刑。咱来看画面当中，一名女子甲律师伫开庭了后，行出台南地方法院，突然间后壁冲出一只车，就安尼甲2个人弄落去，开车弄人的男子，佮停车敲电话报案。 这名男子就是女子的翁婿，伊的家后甲律师拢去开车弄死。1审甲2审，这名男子拢去按照杀人罪判处死刑。不过男子认为伊是无涉意的，而且伊有自首，因认为法官判太重了。这件案发回经审，经审改判伊无期徒刑，提督公权1世人。被告有向到场处理的警员自首自己为肇事者。 台南高分院合议庭审理的时阵，有勘验到咱拄则看到的录影带，前后嘛传唤10多名法警、员警来厘清案发的过程。被告已进入反省阶段，心境及行为已有正向的转变，再犯例可能性低。经审即马做事的男子躲过死刑，不过被害人的家属若是不服，会当阁继续上诉。